大家好，我是春风，我是小燕。今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咱哥跟咱小姐都来了。咱小姐吹声吹的不孬，咱哥吹的吹的好，那吹的才好嘞。咱给他配合一段，配合一段哦，咱一家都给他配合一段，都给他配合。今个找他吹一段去，让他吹吹。哎，找不能闲着，走吧。哥，姐，来，小姐，哪来哟？哥，今天恁俩今儿都来了。你这个大声吹的好，俺哥这个大笛捧的好。今儿俺给你配合，恁俩再吹一段。又吹的又吹的，又找又叫吹的玩入迷了都。是呗？好不容易来一趟。姐，开始，咱开始吧。开始。哥，你吹的还不孬，还不是我吹的嘞。还是你这话。